这是我们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请咱家己准备心，等会当向上帝来求一个安静的心，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领受到伊的祝福，领受到伊的教示。咱当心头来祈祷。主要我上帝，阮相信伫你的面前，会就阮的祈祷甲感谢，求你的圣心伫阮中间来陪伴阮的心。阮做伙伫你的面前，诚做主你的欢喜，是因为阮的心恬静伫你面前来单单来领受上帝你的心意。阮求上帝你圣心引带今日阮伫你面前的敬拜。阮相信，阮是带着希望，带着祝福，也带着盼望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阮嘛期待伊的殿嘛，诚做复兴的教会，诚做互人当来亲近主，上帝求讨的教会。互你的教会嘛，诚做会当主求，嘛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福气。主求上帝你赐予阮，互阮的生命会当掠着这款的使命的工作，掠着这个上天的应允甲祝福，阮的生命会当不断来成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主今仔日透早，阮3到主日来学乐你。这时，阮要献上阮的祈祷、敬拜甲学乐，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阮要来高举你的圣名，咱3到同心来吟。主我打来到，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是伫心间，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时来到我，赢过世事权势，救赎我活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他的羔羊永远，你手术奇妙的听堂，白白赐予世间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他的羔羊永远。主我要学乐你，主我要敬拜你，对他羔羊永远。
相信上帝要伫咱的生命当中充满美好的计划。咱做伙起立，咱来吟诗学落伊。耶和华已经做诚大的代志，咱做伙拍手。耶和华，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用云彩来做宝贝，用过光照后面。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将土地降落他所的所在。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有命令暴风天气，海洋平静无语。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拍开双手，咱就看照着伊。咱大欢喜，讲起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要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甲宣告。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用云彩来做宝贝，用火光照暗暝。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将雨水降落咱所的所在。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有命令暴风天气，海洋平静无语。耶和华已经为咱做正大代志，伊拍开双手，咱就看照着伊。咱着大欢喜，讲起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要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伊要引带伊的百姓向前，伊将应允的地收赐予咱。伊要引带伊的百姓向前，伊将应允的地收赐予咱。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我可以，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着我可以，咱着我可以，就会做大代志。咱就花声喜乐上帝。好，请坐。当咱安静来
到主的面前，咱要对上帝讲：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示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请咱用华语，咱来唱这首《安静》。藏我在，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藏我在。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是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我灵安。基督里，你的大能，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使我安然信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小事真福气，我地就我的心，献出疼痛的金。
个花就红我我，亲像海比土沙，阮天主爱比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何乐称颂伊名永无衰。称颂伊名永无衰。感谢主，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你的恩典时常甲阮同在。你总是用你的疼陪伴伫阮的身躯边。阮献上阮的歌声，要向你献上感谢。愿你感觉阮所奉献的歌声。观众以下，阮听道理，也是伫礼拜当中，阮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伫即场的礼拜当中，会当领受到你，会当听到你对阮所讲的话，阮将阮的心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咱敬拜团真水的学乐，咱即马来强读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临来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
仔咱来体验上帝的话，记载伫启应文37篇，箴言23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为真快乐，毋通行善歹人，要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允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咱请圣歌队来学乐，今仔日的歌曲是哦，奇妙伊大显现。
感谢圣歌队真水的娱乐。即马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历代志下卷7章14节。历代志下卷7章14节，我用巴克利译本来强读。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咱即马请牧师来进道，今仔的计划是培养热忱与真实的生命灵性。2. 对上帝同在满怀热情。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还是关机。咱伫礼拜中间会当来享受上帝，搁较安静，嘛搁较专心的礼拜。咱做伙同心伫主的面前，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阮需要你赏赐互阮一粒安静的心、热诚的心、真实的生命力。伫主你的面头前，阮相信这份的生命唔简单，是单纯来到主你面前来敬拜主、唱诗歌、服侍主、听讲道。阮搁较需要一粒谦卑顺服的心、安静的心、愿意跟对主的心，来做伙来领受、经验、见证。上帝，你是真实听阮的主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是满有气力的主上帝，是为着听阮、为着阮来备办美好的前景愿望的主上帝。天父上帝，有时阮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身体软弱、欠缺、不足来灰心累志。我嘛相信，这个拢是最魔鬼撒旦所要互阮会当甲主你离开的诡计。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因为主你有甲阮讲，要顺服上帝，要靠着抵挡魔鬼，魔鬼伊就要走向阮。主，阮相信这款的真理也要搁一摆来帮助阮，搁较亲来亲近主上帝。上帝你就要亲近阮，愿你伫今日的会中帮助阮，互阮来明白你甲阮三甲同在的心意，是要爱阮的生命来得到愿望、信心甲气力，来显明主你是赏赐活命的主宰。愿你清起阮的心，赏赐气力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吼。有吗？子安有吗？影片。这是这个加拿大因一个公益的广告吼。咱无需要请咱做伙来观看这个影片，真短。咱有可能有几个人捌看过吼，咱做伙来看。What will your last 10 years look like? Will you be quick enough for a game of tag with your grandchild? Strong enough to embrace every moment? Will you grow old with vitality? Or get old with disease? It's time to decide. The average Canadian will spend their last 10 years in sickness. Change your future at makehealthlast.ca. 真简单，伊用一个分辨的清楚的荧幕吼，用1分钟左短的影片，互咱看到咱的人生。咱的人生的生命 PPT 吼 PPT， 咱人生的生命啦，身体健康吼，有保养就安怎？坐脚踏车，无保养的，就安怎？坐轮椅啊，家庭关系嘛是共款，有保养的
会亲人安那甲你饲，你就感觉安怎足甜蜜的。哦，爸爸吃一口，啊，好啊，谢谢你哦。但是诶，你若倒伫白床顶的时讲，啊，辛苦你啊。哦，无奈有当时个安怎，你会听见有个人讲啥？讲啊，你啥甲你顾？讲啊，莫阁讲啊，牧师莫阁讲啊。阮遐囝儿哦，家己遐咧提供啥物人要甲我顾，伫遐咧冤家，了解我的意思无？家庭的关系若无保养，饲你的人安怎？是无奈，包含是啥？咱互饲的嘛是无奈。啊，信用诶，信仰生命有没有关系？有保养的，与人的互动关系就怎么样？良好，而且是怎么样？是开心的。啊，若无信用的关系，你若无保养诶，就是啥？甲人交谈吼，感觉是啥？足痛苦的。你敢捌看过有人吼，甲你问讲吼，请你去看迄个人请安吼？我牧师卖啦，我足困难的呢。这我的个性都袂爱看人安尼计较吼，不喜欢跟人家这样应对呢。你有没有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已经不太一样了。之前哈，我记得牧师只要邀请各位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哈，哦，我被惊死，做艰苦哎。牧师不要再叫我跟旁边的人说了。其实牧师要讲这件事情哈，不是要讲咱伫会堂中间，拢无要听主的真理道理。要紧的是，咱要安怎画出一个真正信用生命的关系是甲你有关系。所以，咱今日要用一个主题，培养一个热诚以及真实的灵性生命。咱必须爱了解，咱常常的爱对上帝同在满着啥？满有热情啊！什么意思？我唔知影你敢有体会过讲上帝甲你同在是什么款的感受？上帝与你同在是什么感受？好难啊，不容易理解啊！真的，连我自己我家己嘛无拄就过去，我真容易去体会到底什么是上帝甲我三角地带。但是你必须爱了解，上帝甲咱三角地带，你必须爱先了解一项代志，就是人必须爱知影家己生命的软弱是啥物。当你知影家己的软弱是啥，你自然就会当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甲你三角同在。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样知影家己的软弱限制伫倒落？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牧师伊咧分享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可能咱慢慢听过。有一摆，上帝就对一只狮啊，这 tiger 老虎吼，就甲伊讲哦，讲什么人动物吼，你拢会使食，唯有一个你袂使食，就是牧师你袂使甲食，吼，因为牧师伊是代表我的奴仆，学习我的款式来咧传讲上帝的话甲真理。结果咧，这只老虎吼，这只老虎 tiger 吼，竟然有哪甲这个牧师甲食去，甚至呢，食了后呢，上帝嘛甲伊问讲。啊，我毋是甲你讲吗？动物人拢会当食，唯牧师袂使食吗？结果，这个上帝佮甲伊讲：啊，你真正吼足奇怪，啊食吼，佮竟然食这个牧师食，佮剩这个喙无食。听话人咧笑啊吼，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狮啊，这个老虎啊，甲讲上帝啊，是啊，因为这个牧师吼，伊的喙吼，这个人吼，敢若这个喙较像牧师啊。这值得通咱来思考哦。上帝人要甲咱审判的时阵，甲咱审判的时阵讲，主啊，我都为你做工啊，吼。但是有当时咱敢若手咧做，心无咧做呢。有当时咱头壳咧想，但是咱的行动无要做呢。兄弟姊妹，其实这是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当你若知影你家己的软弱是啥，你必须爱学习去突破。所以我感觉一个最容易会当学习的，就是爱先对咱的喙开始做起。因为伫咱的日常生活内底，咱常常咧用咱的喙来咧见证上帝，来咧讲要安怎荣光上帝的事。所以兄弟姊妹，若是要感受上帝甲你三角同在的生命，唔简单。你的心喙爱讲，咱该安怎？其实我头拄仔讲较济，重点就是咱爱有行动力嘛。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吼，你要有行动的生命力。你要有行动的生命力哦，要有行动的生命力。那么基督徒自然就会活出真实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咱拢知影，基督徒是啥？是上帝的儿女嘛，是不是？是上帝的儿女，是属神的。甚至呢，咱嘛知影，
上帝疼咱，甚至呢将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咱，为着咱来死，最后咧死了就无啊吗？哈，看我遮，你想一个哦，基督徒就是爱认捌上帝为着咱，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然后为着咱来死，然后搁活，是不是？若无搁活，咱就无盼望。所以咱知影耶稣死的时阵，门徒拢四散，门徒都四散说：哇，我跟随的这个很有能力的神，会行神迹的耶稣，大有能力的耶稣，竟然就被这样钉在罗马的刑具上面了。所以门徒也四散了。可是呢，耶稣他有没有复活？有。所以使徒行传在第1章、第2章都讲到，耶稣伊搁活了后，重新搁唤起所有捌军队主的人，重新了解咱的生命的使命，就爱要安怎样靠圣神的气力来行人生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咱拢一定爱了解，心内想讲，到底上帝同在对我来讲是何等的要紧？因为一个基督徒，咱拢需要了解，上帝甲咱同在代表啥？就是真做咱生命的保证啊，是一种应允啊，甚至呢是你生命的啥燃料？哦，生命有保障无？静文姐，你的生命有没有保障啊？丽轩，你们的生命有没有保障啊？有没有？生命的保障不是你有钱就够了，生命的保障在于你有健康，你的心态正常，有好的素养，有好的生命力，这才是真正的保障呢。但是这种保障要安怎来？对基督徒来讲，我认为，甲你边仔兄弟讲，上帝甲你同在。所以上帝若无甲你同在，你会发觉，就算你是洗礼了的基督徒，你嘛会安怎？你嘛会惊哦，甚至你安怎？你有侪反应是行为甲反应，拢是跟无信的基督徒同款哦。所以咱的生命，咱来清楚知影，上帝甲咱同在是何等的要紧，因为这是一个保障，嘛是一个应允，嘛是一个生命的燃料。咱知影吼，咱若要趁钱，教会要兴旺吼，家庭要安怎？要丰盛。工作事业要顺利，爱有气力无？要不要能力？要不要？要啊，都要能力嘛。没有能力，你怎么能够成就这些？一台面路一台面路，伊的引擎真好，会当讲世界引擎top 的这个真要紧的一个厂商、车商、车厂。但是咧，这台面路的若是无油啊。无燃料，伊敢有法度走？伊无法度走。基督徒要不要生命的燃料？要。生命的燃料在于咱伫对圣经的话、对基督的中间，去领受到上帝有甲你同在啊无？所以基督徒的气力要安怎有？要安怎得到？就是咱爱对上帝同在，满怀着热忱、期待、渴望。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你渴慕上帝的同在，愿你渴慕上帝的同在。今仔日的圣经节，就咧甲咱讲起，要安怎得到这款上帝甲咱同在的条件，甲生命复兴的办法。讲到几项，注意来看。伊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我的百姓嘛，你们是属神的嘛，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讲，你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属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既然称呼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一样哦。我的囝，伊若出去，你是什么人？伊讲我是委员牧师，我是的囝，我是大桥教会委员牧师的囝。等咱出去的时阵，人还问讲你是哪一间教会的？我曾经问过你是哪一间教会的，有些信徒他是这样，开始了。唔知要讲啥，到底伊是要唔知要讲倒一间教会咧，还是要讲他自己可能做得不好，他不好意思讲。所以咱来知影哦，身份、身份何等的要紧。一个基督徒，咱来知影，咱是上帝囝。所以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那家己安怎做？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啦。所以咱知影，
体会上帝同在条件，互生命复兴的办法，第一项，当机吼，好，有这几项吼。咱是上帝的囝儿，有谦卑，有祈祷的生命，时常求告上帝，甚至认罪悔改，找求伊。这就是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在甲咱讲起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的内底，伫你的生活甲你的环境的中间，有真侪代志，互你做无用无？有无？咱来想看觅，有无？若有的话，你搁甲倒转来想这个代志，会互你袂记你这个代志无？有没有可能？好，我搁问一摆哦，吼，你有做无用无？有无？有嘛？好，有当时咱真正做无用，但是当你无用的时阵，会互你袂记你这个代志无？这是有可能。我简单举一个例，我暗时吼，之前牧师甲咱讲，阮的细囝吼会讲，爸爸带我们祷告，对不对？吼，最近吼我做无用到最后，我回去暗时回去讲，迄时10点外，你哪拢还袂困？结果我的囝儿伊拢甲我讲一句：“爸爸，你还没有带我们祷告。”不就是吗？忙碌嘛，敢毋是？我无用，袂记得。所以有真侪时阵，咱家己嘛是相款。有真侪时阵，咱无用走撞的中间，咱伫外口面咧生活的时阵，你伫咧无用的中间。你会忽略你是上帝的囝儿，足简单的咧。你骑车，你开车，有当时会开了紧无？有当时向一个人撞出来的时阵，你会安怎？心内我哼，可哦，你是属神的儿女会这样吗？其实不应该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记得有一摆我在牧师娘，等我看到这个人向我走出来，我拢按喇叭嘛。牧师娘讲，你是牧师呢？兄弟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咱袂记得，因为咱无用。所以有真侪时阵，当咱若袂记得，咱伫无用的中间袂记得去听见主的声咧，甲咱讲，咱是甚物款的身份，咱着爱做甚物代志的时阵，往往是因为咱伫生活的内底，一直咧互咱甲上帝关系是咧愈来愈离愈远。所以咱要安怎来听主的声？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爱好好啊听话。跟你旁边的人说，要好好听话哦，哈，要好好听话。你要听话，好，什么话？要听什么话？这个听话哈，哎，那个你们是不是在用电脑？好，你们不要用电脑哈。那你们操作可能我这边没办法。听话是啥？不是顺服去听话，好，咱以用讲你爱听话是讲哦，我先不要想自己的事情，我先顺服来听话，不是这个意思。听话是啥？听话代表的是你爱坐落来，爱去听别人的话，听别人所讲的。我会记得过去牧师细汉的时阵，我拢以往有一个想法，嘛有一个人甲我讲，我讲爸爸、妈妈，是安怎我拢听，我哪拢看无这个代志啊？甚至有一寡信仰的长辈甲我讲，你要好好寻求神，寻求上帝，有智慧，你自然就看得懂人的事情。我讲骗人。很多人好像都不懂，因为他也不读经不祷告，可是他好像对人都了若指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真侪时阵，咱来倒边来想，咱人的话若听无，上帝的话敢会听有？其实嘛听无。上帝迄是抽象的呢，圣经的话你看你就看无啊咧，对不？敢毋是？所以我觉得，我感觉人爱学习去会晓听别人所讲的话。当你若听无人所讲的，你是要安怎听上帝的话？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听人的话大声，最后才来听上帝的话。一定有人会讲，牧师，你安尼讲敢对？阮太太、阮翁讲叫我毋通去教会，伊嘛无听我的话啊。所以兄弟姊妹，我讲的毋是这个意思哦，我讲的是你要了解人的心内咧讲啥物。当你若要了解人的心内咧讲啥物，你自然会当去了解上帝咧讲啥物。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若无法度通做好完成上帝的工课，上帝互咱人的生命的功课，是因为咱拢一直咧讲别人的话，讲家己的话。咱拢常常咧讲家己的话，什么意思？
你只讲自己的话了，你不想听别人的话了，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有啊。陈发，你可不可以听牧师讲几句话？可以，有些人就是马上说可以。你可不可以听我讲几句话？牧师，等下啦，我今仔总无用我另工较去扛你用。从此以后，一通电话那个对话大概隔了多久？好几个月，甚至从来都没再听过了。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拢咧讲家己的话，咱袂晓去听人讲话。所以呢，有真侪时阵，你有没有听懂人的话？因为当你听懂人的话，你就有办法用这个人，你甚至有办法让他或伊邀请伊来跟你做伙来做上帝的工。所以，咱做教会的团队小组的领导者、小组长，要不要学习听组员的话？要不要？嘿，你如果发现那个小组长你若袂晓听你组员的话但后拄拢讲你的话安尼我来讲，组员拢无啥想要互你。你甲伊讲有啥物人要讲无？伊会甲你讲一句，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甲咱的孙啊，咱甲咱厝里的人咧讲话，囡仔有当时囡仔会甲你讲啥？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有没有什么要跟爸爸妈妈讲的？没有。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跟你讲，因为你没有给他讲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讲自己的话。所以兄弟姊妹，在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学习。有真侪时阵，咱也袂晓讲话，袂晓听话。咱会晓讲话，但是咱袂晓听话，其实对咱来讲是带来真大的伤害。当一个人只有家己讲话，那亲像咧放鞭炮，咧放烟火。你有听过有人讲这个放一个声音出来真侪人就开始放无同款的声音，有无？譬如讲最近牧师嘛无伫咱中间对吧？我会记哩有人常常拢会问牧师拢会甲讲，无啦，因为牧师嘛伊讲话较直，今日拢会得失人，所以呢，伊暂时去倒转去伊家己教会，莫伫咱中间安尼影响咱大家的关系，结果传到最后变成啥？变成讲因为牧师嘛含慢讲话得罪了上帝。无共呢，差足济呢。了解我意思无？放一个烟火，险也咧放，险也咧放，四界放。意思是讲啥？真侪时阵咱讲话是用咱的方法，但是咱无好好去听话。所以呢，台湾俗语有一句话安尼讲啥？讲一个影生一个囝，意思是讲捕风捉影啊，以讹传讹啦，四界乌白讲，拢无去注意伊所讲的话是毋是真实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听话非常的重要。所以听话有三个，牧师要想要跟咱分享。要安怎听话？更较具体。第一项，你要听懂别人讲出来的话。那需不需要时间呢？要不要？但是不容易哦。有些人讲的话他一讲了2-3个小时好几天讲下来，规工了后，伊搁甲你讲同款的代志你爱开时间听无？我甲你讲，你若听无伊咧讲啥，后摆伊有哪会搁继续甲你讲？你若听有伊咧讲啥，你就知影要安怎甲伊讲。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总归一句话，你要不要听别人？好好听别人讲话，要不要？要。如果你没有好好听，你可能会失去跟这个人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你茫感觉伊讲的代志拢是同款的话，你就无要听。你反倒转，你爱想讲，你有听有伊咧讲啥无？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听话的一个重点，听懂别人所讲出来的话。第二个是啥？要听懂别人所没有讲出来的话。这个有些时候牧师，你觉得我今天穿的怎么样？还可以，不错。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有些时候，这个人咧甲我问讲，我今日我穿了安怎？是不是咧讲？是不是咧讲？牧师，你觉得我穿的怎么样？这个人讲说，对方就讲说不错啊。然后呢，我就开始想说，是哦，我也觉得不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在问，你觉得我穿的怎么样？
有些时候那一个人说的不错，然后就撇头了。有些时候他是要得到你的注意呢，他并不是要讲说他穿的怎么样呢，了解我的意思吧？你有没有发现，我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在衣服上面吗？是吗？这就是讲出来的话，没有讲出来的话，你有没有听懂？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听话，吼，人无讲出来话，其实往往是讲一半尔。佮简单举一个例，有人甲你问讲，你有没有想要赚钱，赚大钱？通常我问完以后，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够用就好。可是他真的觉得够用就好吗？并不是嘛。每一个人私下都马是拼命的想要赚钱，不是吗？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你想不想赚钱？搞不好我想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但是你却回答我说够用就好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咱咧听话，有真侪人伊讲的是另外一部分，伊想要甲你讲，伊有真侪物件想要互你知，但是你无听出来。所以咱唔通干那听伊讲出来的话哪定，咱嘛着爱去想讲伊有啥物话无讲出来。兄弟姊妹，第三项，咱来听有即个人的灵，伊的心内所咧讲的。你爱我吗？不要问我。吼，你就是不爱我。这是过去牧师安尼对台外女朋友拢安尼做。我会问他说：“你爱我吗？”怎么样？不舒服哈？我就知道你不爱我。心里面的话他没有讲出来，可是我已经认定他不爱我。了解我意思不？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话你听不出来，你会很麻烦。像我牧师娘，伊本身就不爱讲我爱你的人，他本身就是这个讲，那我问那奇奇怪怪的问题。我现在才懂我是结完婚才懂，说牧师娘是这样我们过去在谈恋爱交往的过程里面，我们时常吵架，都是在吵这个。牧师就是很喜欢问：你爱我吗？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他都不理我。这样懂吗？如果你不懂得听人他的表情，甚至他所表现出来他心里面的话，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兄弟姊妹，听话有足重要无？非常重要。人伫咱的面前，咱也无法度通听见一个人伊所讲的话。你是要安怎听到上帝所要对你讲的声音？敢毋是？甚至你要安怎体会到上帝所要甲你讲的智慧啊？敢毋是？第三，今仔日咱圣经在嘛咧甲咱讲起一个足重要，咱来听见人灵内底的话。咱灵内底的话其实足重要，咧甲咱讲起有真侪时阵。咱若袂晓看这个代志，咱就无法当得到智慧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对他拄仔牧师所讲，咱要安怎听人所讲的，嘴无讲的话，包含伊心灵所讲的话，这个代志对咱来讲是何等的要紧。因为当咱会晓听话，咱就让知影一个人的心所讲的，咱嘛就知影伊的困难是啥，对无？我搁讲一摆，当咱会晓听一个人所讲的话。你就要了解伊的困境是啥，然后你就有法当安怎甲伊帮助。所以有时阵咱要讲传福音嘛是相款。为什么传福音做困难传？就是因为咱袂晓看人，咱嘛袂晓听人所讲的声。反倒转换一句话来讲，咱对上帝，当咱知影要安怎听上帝的话，就是牧师定定伫讲台顶咧讲的，敢毋是？小组内面小组长，咱做伙看圣经，彼此的分享的中间，当你若要听到一个人伊所讲的生命的话，你就会当学习要安怎专心倚靠上帝，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箴言第3章第5节到第6节安尼讲，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唔通倚靠你家己的牛啊！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爱任伊，伊要指点你的路。我感觉真水。因为这句话内底讲起，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唔通倚靠你家己的牛，这是一个叙述。但是后壁讲，伫你一切所行的事顶面，拢着任伊啦，这是一个行动，唔是干那甲你讲尔，佮甲你讲要安怎做，要安怎做，足简单。
你就是凡行事认定伊。意思讲，不管你读书，不管你工作、家庭、生活，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可不可以认定神？可不可以？我是神的儿女，上帝会不会负责？会，我也这么相信。好，感谢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管任何的工作，各行各业，只要我们认定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上帝必定预备。阿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拢一直要爱咱，会晓学习。要安怎做一个会晓听话的人？第二，咱常常着爱伫祈祷中来敲找上帝的心意，因为祈祷的中间，咱爱求讨圣神的开力。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要领受圣灵的冲击跟感动。你要领受圣灵的冲击跟感动。这个圣灵的冲击是什么？很简单，假如你手上有一个很脏的东西在你面前，你一定会先做什么事情？把它洗一洗，对不对？就是用大的水去冲它，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冲掉。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把咱的生命迄个水道头哈，爱甲拍好开啦。因为有真侪时阵，我们不想要这个圣灵的东西，因为圣灵很抽象，好，他又看不见。可是我们只知道要祷告。可是你们有没有恁有听过讲，有人安怎祈祷拢领受袂到？有没有？祷告。有人，我是说真的哦，但不是说他祷告都没有用哦，每一个人祷告都不一样哦。但是你一定捌听过有人祈祷，但是伊所做的代志安怎，拢无介顺遂。拢无事我就祈祷啊，但是啥咯我拄到的代志拢敢若无介顺遂。你敢捌经验过？有，我家己本身嘛有。但是有真侪时阵，上帝爱咱大心先了解这样代志。圣神来是什么时阵？我头都有讲到，耶稣死个活了后，然后安怎领受圣神，对无？但是你有看见有真侪门徒、因他们都跟着耶稣，有没有？他们都看见耶稣，都知道耶稣做什么事情。但是偏偏耶稣死的时阵，因做这样代志，因拢安怎？拢安怎？倒的倒，走的走，啊，这敢不是跟咱嘛同款嘛？咱无真正去认捌耶稣伫伊要活的时阵，就讲未来恁着领受圣神的开力。但是咱即卖人，即卖基督徒嘛拢唔捌圣神的开力是何等的要紧。所以咱知影《使徒行传》内底1、2章内面拢讲到，等门徒领受圣灵的呼召、圣灵的冲击跟感动，他们是看见什么？哦，天地动。然后安怎？人开始讲白这个方言，有无？然后像有人讲啊，你是啉烧酒醉哦，结果唔是。所以因后来了解讲这是圣神的动作，圣神的感动的结果。所以因就开始认定，讲彼得啊，啊无阮即马要安怎做？彼得说：你们要脱离现今弯曲的世代。然后因就开始安怎？他们就开始。凡物共享呢，开始分享呢，大家人开始分享，伫咧中间有几个人信主？3000几个人。所以咱来了解圣神有要紧无？非常要紧。基督徒你若无要伫基督中领受圣神的工课，你自然袂带来什么款的快乐。这是牧师确定甲咱讲的。所以兄弟姊妹，圣神圣经内面有真侪故事，咱讲起人家己。安怎去认捌家己，最后去认捌着这个上帝，拢是圣神的工课。所以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要领受圣灵的呼召，你要领受圣灵的呼召。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学习做伙来认捌。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咱拢要靠家己。咱常常会去听见的故事，就是听什么人讲话较有气力，什么人较有权。什么人较有势、较有势力？什么人伊较有钱？什么人讲话较大声？什么人讲咧较有意义？我感觉这拢毋是重点。重点的是啥？咱的生命学习，亲像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所讲的。伊甲我讲，上主吩咐所罗巴伯的话是安尼讲：毋是靠权力，毋是靠才能，就靠我的神，上主万军之耶和华上帝这样宣布。所以咱知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这个我的灵不是委员牧师的灵，是上帝的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一起在祷告当中领受更多圣灵的感动跟扶持。求上帝帮助咱，让咱常常去体会，在咱的生命中间，今仔日教导咱两个要安怎甲上帝同在，体会上帝同在的两个功课。什么？第一项，爱安怎？听话，爱晓听话嘛吼，爱晓听人讲的话，听别人无讲的话，听伊心灵所讲的话。咱才有法度去学习去听主的话，这是真实的。当你跟人的关系中间，你开始真正的去认识、了解，你会发现，上帝圣经里面的话语，都是上帝透过这一些信仰的前辈，让我们留下来给我们看的。所以人的关系，你若看有，其实你看圣经，你会看得足紧哦，这是真实的。好，所以兄弟姊妹，咱来靠着上帝，互咱的快乐。第二项，咱要享受着上帝甲咱同在的这款的真理关系，咱要爱安怎做？什么？祷告求圣灵哦，不是祷告而已哦，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圣神的馈力，带领阮会当做伙来领受。要安怎样透过较深的人物，甲上帝同在的生命，阮带着期待的心。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较深来去检验家己，互阮有时间学习安静落来。阮需要较侪热诚的心，通过真正来培养阮的生命有真实、热诚、有素养的灵性生命。阮才通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天父上帝，当阮讲出阮要安怎样传福音以前，阮愿意恳求上帝你亲自搁一摆来赏赐阮大家，学习要安怎样来听别人所讲的话。这才是真正会当做主你工人应该爱有的基本的学习的态度。恳求你赏赐阮快乐，赏赐阮智慧，知影听有阮身躯边，无论亲人、朋友对阮所讲的话，阮才有法度通甲人建立一个和睦三听的生命。求上帝你也赏赐阮，互阮有一粒刚强壮大的心，学习将阮家己本身的生命看会清、看会明，阮才有法度通去了解对方的需要，将上帝你话命、福气、福音的话来祝福因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嘛帮助阮，会晓学习去听见对方灵性伫伊心内真实的需要。主啊，阮需要常常来检验家己，来调整家己的生命。阮相信，虽然这是一个无容易、无简单的事，但总是有真侪时阵，阮互这个代志来限制掉的。阮无法度通好好检验家己的困难是啥物。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继续用一个健康的心赏赐互阮，调整阮生命的脚步。主啊，当阮会当来明白人对阮所表明现实、物质、生活、话语的事，阮才通好明白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阮要安怎样来学习来做主你的门生。主啊，求上帝你赐福阮，互阮常常伫祈祷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恳求圣神嘛常常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的生命活出见证上帝为主你来活的生命。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用信息572首，心无向主坚固，请起立。最后世界。
那望怀慕，寒灵无行是我，无故因我，求主喜心不灭，无可惊遐有意，灵魂修修相随，把主应大。阿门。请坐。即摆咱来奉献。请起立。主求你感动，我天心奉献，我满心感谢，你叫我稳定，但求你祝福，你所听名字，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咱这位来做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摆咱来公道，请掀开主保内底的公告事项，请大声来公道。主，阮感谢你，阮要为着上帝你以信徒生命的灵命勇敢的做就。我们需要神你丰盛的恩典跟祝福，赏赐在你的信徒、你的羊群身上。透过祷告，透过经历神，让每一个人得着平安以及生命的恢复。主啊，我们也要为每一个同工的服事工作献上祷告。愿主以赏赐为神顺服、有智慧的灵，充满在每一个同工的身上，让我们一起建造属神的教会，是神你所喜悦、丰盛、得胜有余，能够祝福更多属灵生命需要祝福的人的教会。求主你赐给你的教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跟儿童，让他们在活动当中的举办、关系的建立以及专注的生命上面的建造。我们都相信神你要赐给你的教会，能够在未来团管的工作上面，透过不管是青年的工作，每一个人的服事，我们都要一起见证神你所赏赐丰盛的祝福。谢谢主，再次将我们未来新家人的生命的关怀造就上面，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来学习建造生命的功课，带领更多的人来学习操练，跟随主。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赐福，感
感谢你的带领，主啊，阮的教会有你的带领，有你的引带，即摆哪来哪好，哪来哪复兴。主啊，阮深深的感谢你。主啊，阮嘛求你继续引带阮，照顾阮的教会，因为阮阁有足侪的不足，阮阁有足侪的欠缺，阮的信徒嘛还阁无够勇敢。主啊，求你引带，求你赐福，求你带领，嘛求你的教示，互阮会当哪来哪想你，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主啊，阮将阮的一切拢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甲力，阮安尼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摆我来报告，请选区主报。咱下周的圣干事奉人员遐条伫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咱伫个即个拜三的暗时要召开咱的第2摆的中旨会，当日的读经班要暂停。后主日咱要举行会员合会，咱邀请咱的兄弟踊跃参加。第3点。咱要伫个3月甲4月拜三的下暗8点到9点来举行咱的门徒训练课程。若有意要参加的兄弟，请伫1楼索取教材。第4点，咱伫3月11号的拜六下晡要举行庙会讲座，请同工伫。第5点，咱伫3月12号要举行今年度的邀约礼拜，今仔日就会当开始报名，报名费是600块，邀请兄弟踊跃参加。教界消息，第1点，咱伫2月24号暗时的7点半，伫太平镇教会有中会举办的为乌克兰的祈祷会。第2点，台南中会教社部要纪念的228举办电影《流马沟15号》的特映会，伫咧2月25的下晡2点，到2月26的下晡3点，伫咧台南神学院。咱即摆请牧师补充报告。歹势，咱来读本主的经句，用台语甲华语拢读一摆。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记我的名，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7章14节。请牧师。好，来问下这牧师伫遮甲咱报告吼真欢迎咱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参与，嘛伫遮有这是新欢迎你哈有没有怎么称呼？曹慧唐慧君慧君我们拍手欢迎他。那我们今天请坐，欢迎你今天一起来参与聚会有这个赵辉，对不对？赵辉市议员今麦今年有当选咱嘛欢迎伊，请坐。
还有这个牧师，这个陈发，玉成的男朋友所以从台北，他现在在北部台北的教会聚会了那也非常欢迎他能够回来在我们当中聚会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他。还有宇轩，宇轩很难得在军中要难得有机会可以一起来我们也拍手欢迎他好，牧师底下补充报告就是我们3月份我们才正式开始这个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训练。那假如说你想要一起训练的，其实我们都是免费赠送这个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这个学习本。那请各位可以在楼下登记，然后再索取。那你可以参加实体的礼拜3晚上来到教会，晚上8点到9点。那你也可以扫我们教会的这个周报上面的 QR code， 可以连接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我们大桥教会的脸书，你都可以做观看，来一起来做上课。那这个新家人关怀学校的目的，就是在帮助咱每一个人学习要安怎来做传福音。那你要传福音，你嘛就要知影圣经内底的话安怎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咱要用什么款正确的生命态度来看待这项代志？安尼，我想这对咱的教育、信仰的教育，包含咱要跟人分享的信仰的观念，咱嘛会更较清楚。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另外牧师嘛鼓励咱他多咱有看到这个牛麻沟是不是？牛麻沟这是228的这个纪念的电影这免费的所以请咱若是有要参加的人，咱会使甲咱的小组长做登记咱需要统计。今仔日是最后一日啦所以请你伫LINE群组你若无伫LINE群组的，你会当私底下甲牧师讲，也是甲咱的小组长，你熟悉的小组长甲伊讲请伊甲牧师报告就好请咱注意这几项牧师伫遮嘛，请咱就是讲后礼拜是咱的会员合会，如果你若毋是教会大桥教会会籍的，嘛无要紧，咱有哪是会当做伙参与，会当做伙来了解大桥教会咱教会相关的事工的进展，咱的事项的报告我想这是咱关心教会的一个真要紧，无在伫你讲你有籍无籍啦当然你若有籍当然牧师嘛期待你会当参与，用你的行动会当实际参与伫教会行动内底所以伫遮甲咱简单报告伫遮嘛邀请咱，这是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啦找咱的这新朋友认识一下欢迎你我们拱手欢迎你慧君慧君姐妹平安，欢迎你各位恭喜恭喜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平安，上帝祝福你们聚会兄弟听互咱大家真多机会平安的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兄弟听互咱大家真多机会，听互咱出去做机会。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6首，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伫吟诗说，牧师来甲咱做祝福的祈祷。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实，欢乐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到万世。阿门。担愿恁出去，为主做美好的干净，互恁的生命毋但会晓听人的话，嘛会晓听见主的声，常常体会上帝甲恁三甲地地的生命。愿上帝嘛赐互咱的生命常常伫基督的内底，领受圣神的馈力，为主你做美好的干净。愿上帝的灵成做阮的帮助，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
真侪密道